Hello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去收睇做 N 的療癒星球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、訂閱、收看。今日係2026年嘅7月24號，星期五。睇到一單新聞啊，想同大家去傾傾啊。嗱，而家呢一個位置呢係柴灣漁灣村啊嚇，漁灣村。嗱，睇到一單新聞啊，就想同大家去傾傾嘅。就話原本啦，一個嘅網友啦，就住喺屯門，就分享翻佢自己咧就申請咗一人公屋非長者，足啦就話等咗17年半，最終咧就終於咧就收到房屋署一個嘅通知2派啊。雖然咧原本就係住開屯門啦，但係咧就派到呢一個嘅粉嶺啊嚇。即係屯門去呢個粉嶺，但係網民咧睇到呢個單位之後啦嚇，咁就大讚，就話簡直係好似啦中咗呢一個嘅金多寶頭獎，唔要啊真係笨啦！咁今集就想同大家去傾傾啊嚇。嗱，話説咧呢一位嘅主角咧，本身佢係單身嘅，就係非長者嘅申請者啦嚇。收到信呢，就收到房署2派啦，就派咗去邊呢？粉嶺一個係咪叫雍盛苑啊嚇？雍瑞閣。咁老實講啦，佢第一個時間呢都喺度諗緊㗎。嗱，換轉係你呢，你會點呢？嗱，因為咧由細到大啦，佢嘅生活圈子啦、屋企人啦、朋友啦，甚至連份工呢，都係全部都係屯門。咁而家一下子咧就搬到去咧粉嶺，咁啊翻工咧車程咧嚇1個幾鐘，咁諗到咧佢都頭痕啦嚇。不過咧好多嘅樓主咧就冇直接拒絕啊嚇，咁佢決定咧就親身咧去現場度呢一個嘅視察啦。點知一睇就決定咗照耀。點解咧？因為呢一個粉嶺雍盛苑咧，當年咧係房委會可租可賣嘅計劃第1期嘅屋苑嚟嘅。咁而且當中咧有一座咧係賣咗出去咧就可以去做呢個居屋，而樓主咧獲派呢個雍瑞閣咧就保留做公屋啦。因為本身咧係用呢個嘅居屋咧去規格起嚟嘅。如果單人咧即係一個人嘅單位咧，其實足咧有成係170尺。嗱，唔好睇少170尺啊嚇，因為而家咧好多一啲嘅公屋一人單位啦，咁可能係150尺，甚至係細啦嚇。咁咧如果一個人咧住170尺咧，其實都個空間都會多大啲嘅。同埋咧，嗱，如果翻大陸啊正啦，因為如果你由粉嶺啦，你可以去嗰個叫咩沙頭角口岸啊，或者係羅湖咧都好方便。咁啊，放假去下內地行下街嚇，走轉咁都 OK 啊，行下超市啊嚇。咁同埋去火車站啦，亦都個配套好好啦，屋苑啊嚇，因為你多嘢食啦，同埋多嘢買啦，有街市啦嚇。咁行多幾步，可能就係華明村嚇，仲有啲巴士咧，就係直接去到觀塘同油尖旺。咁樓主就好樂觀咁話，事在人為啦嚇。咁睇到呢度咧，大家係咪如果係換轉你都照要咧？當然嗱，其實非長者一人申請咧排公屋咧，其實咧就係以一個嘅計分制嘅。你18歲咧遞交咧基本分數就係0分，咁你之後大1歲嘅話咧，大1歲咧佢就會有9分嚇，有9分。咁你1年就加12分，每1個月就1分，排1個月就1分。然後45歲咧就會係有一個分數咧就60分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住，但係咧有一樣嘢喎，如果你住喺公屋啦，你一遞交表咧，如果係同屋企人住嘅話咧，佢又會扣30分。同埋而家一人呢個月入咧嚇13,230蚊。一個嘅資產總值係295000。如果你一旦咧嚇人工多咗，或者你個儲蓄嘅錢又多咗咧，又取消資格。好啦，嗱，計分制就係咁啦。咁究竟幾多分先可以有公屋咧？嗱，根據一個嘅非長者一人嘅申請，如果你去到嗰個分數咧，就可能要435分，又要睇翻一啲咩嘅地區喎。咁如果以計分制嚟講，譬如你假設你譬如今年係18歲，啱啱好成年啦，咁你計咯，你去到45歲嚇，咁即係有243分嚇，跟住45歲一次過送你60分，咁可能你排咗27年就324分。咁總括嚟講呢，如果你18歲排到去45歲呢，
咁就肯定夠上樓噶啦。但係你咁樣咧要等成27年。嗱，新聞入面嗰位網友咧就話佢等咗7年半就成功獲得二派上樓。咁推算翻去遞交表格嘅話咧，可能係接近30歲或者係30幾歲啦。咁所以等到17年咧，即係可能40幾歲咧，就獲到派170尺嘅單位嚇，即係好似居屋咁嘅公屋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中頭獎啦嚇。而家呢一個嘅環境好曬好熱。喺香港一個人排公屋呢，其實都要考你嘅耐性，同埋要睇翻你夠唔夠保持翻呢一個最低嘅收入。咁咧呢一條片呢，純粹咧係想分享翻，咁可能我途中咧講錯咗嚇，咁亦都啦，大家會唔會因為一間公屋咧而限制你自己嘅入息呢？咁亦都可以去留言點讚。咁唔知大家有冇申請公屋？一個人非長者一人申請公屋，咁不妨留言睇翻你哋幾多歲可以有一間嘅一人公屋，不妨留言啊嚇。咁可能條片有啲可能講錯，喂唔係嘅，我50歲先攞到，或者60幾歲先攞到，咁都係嘅。有一啲嘅見到一啲公屋討論區呢，有啲好似係去到可能58歲啊60幾歲都攞到，因為佢哋就遲遞交表啦。係啦，遲遞交表，咁所以你一遞交表呢，個分數就跟翻你嘅年齡而去按定嘅。咁今集呢，就純粹去傾到呢度，多謝你哋去收看，多謝你哋用幾分鐘嘅時間去收聽我幾分鐘嘅影片，多謝你哋每一位，拜拜。